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等米恶搞，等人快乐，这个意思是讲等人的时间真好等，或者是讲其他的代志物件无等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书快、课外快第三条。这个快意思就是速度真紧，像咱讲快车、快餐、快速。另外，这个快嘛有较容易、较简单的意思，像讲的比做的较快。另外，这个快嘛有轻松欢喜的意思，像咱讲爽快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快，像咱讲快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较快，意思就是较简单，或者是较紧。第二个词读做快活，这个意思就是真欢喜、真爽快，卖当形容生活经济状况真富裕、真好过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艰苦头、快活买的道理，大家拢知影。也毋过一般人想要较快活来过日子，真正会当忍耐辛苦的人，才有机会当成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快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快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